呢條係通往大窩村、圓嶺村同九龍坑嘅必經之路，亦係沿馬笏河嘅水浸重災區。試過水浸嚴重到沖咗一架車落斜坡。以前年年都有嘅，因為始終去唔切嘅水，翻唔到工啦，啲學生咧又翻唔到學啦，跟住呢度浸埋啦，有時入邊都會水浸，消防員呢就要跑過嚟，嗰條天橋跑過嚟嘅，因為佢大車入唔到嚟，啲救援通道入唔到嚟。馬笏河河道彎多而且淺同窄，加上行車橋梁低，阻住去水，一落大雨時就會水浸。我現有橋梁咧，就我個陣時嘅設計咧，就比較上係低一啲。佢離個河底啊，嗰個高度係得2米3米。而呢個橋梁咧就影響到個河道排洪能力，佢阻塞咗嗰個河道排水嘅。咁另外好多時咧，佢會係集咗啲垃圾，咁就更加令到條河道容易淤塞嘅。為咗改善馬笏河排洪能力，渠務署會拉直、加闊同挖深河道，又將2條舊行車橋重建起高啲，避免暴雨時橋身阻礙排水。行車橋下面呢條路以前係水浸嘅黑點，但係而家喺擴闊同加深一系列嘅工程之後，相信可以大大改善水浸嘅問題。今次河道建造工程加入咗環保元素，以往一般都係用石屎嚟鋪河床，而家就改用石頭堆落河床，等河道有石隙，俾魚或者其他生物生存。而河兩旁就用咗呢啲草磚，中間一排排嘅窿有空間俾草生長。工程嘅第一期將會喺今年雨季前完工，到時嘅排洪能力可以達到每秒300立方米，即係大約8秒鐘就可以排放走一個標準泳池咁多嘅水。附近5條村一共4000人將會受惠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陳佩琪報導。